谢熊。专家有地位的讲，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今日来讲，阮节目挑战阮题目过5关拼奖金上侪35000块，恁砸两去哦！加油加油！好，今日介绍咱2队来宾，我这边先来哦。我是欧美爱台语，咱的队长啥人咧？一粒米。哎呦，欢迎大家好，啊！我是一粒米啊，我是无说你伫法国斗大的台湾人。是，而且哦，一粒米足厉害哦，伊有伫咱公司台语台主持节目哦。啊，有影，有输无输，坐马输，嘿，迄就是咱一粒米啦。是，你法国人？我即摆算是台湾人。哦，摕到身份证啊！对，有身份证对。哦，安尼好，台湾人欢迎欢迎。我今仔日做的朋友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虽然足像外国人，但是已经是台湾人吼，台语讲甲写写叫。哎呦，来，队友甲介绍落去，来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凯恩，对意大利来。我的台语无伊认得啊，我会晓讲简单的台语，真正听无。啊，你都位学的台语？伫南部，甲故乡的朋友啊讲台语。欢迎你哦，吼，凯恩。嘿，来个说落去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勇，我为美国来，伫台湾差不多15天，差不多5、6天前开始做 YouTube， 所以凡是有一寡人有看到我的YouTube， 拢是咧说台语的啦。哦，咱有啲 YouTube 哦，吼，啊，你若甲拍阿勇，就知影通看你的影片就对啊，对。是不是？啊，你搁敢教台语哦？我无咧甲安怎讲台语，我有咧甲安怎写台语。写台语哦，所以讲，阮这对你来讲是。这是民望，不过这是汉语啦吼，我较定咧教是罗马里。欢迎阿勇，来，好来个说落去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Nico， 我是美国人。是。Nico 的台语嘛讲了真好，Nico 你啥哪会晓讲台语？我看电视看蓝色水玲珑，上爱看。上爱看蓝色水玲珑，赞，你真正台湾人。啊，你应该看8点档吼。对。你敢讲咩？跟学学台语上紧，啊，你拢家己看吗？家己看啦。啊，家己看，你就爱家己记，迄个我伊讲的话。讲的话爱记起来。我拢是听啦，袂好听，因为无朋友教我讲台语。哦。伊啊，甲凯恩去南部啦。是。连抓介去南部去。高雄啦。做热情拢会甲你讲啊，都亲像咱学英文共款。对。是，欢迎你啊，Nico。嘿，好来个啥落去？美秀姐好，你好，松哥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阿东，我为瑞典来的，我即马是下星嘛，有咧拍戏安尼。好，欢迎你咧，哈来，阮这边欧美的代表来啊，嘿，换恁那边，你们东南亚较济对不？阮这边是亚洲，哦，亚洲一定赢，欢迎队长，哎呀，你好。是，哈，软是脆甜，是软吗？软嘿啊，软是啊，软啊，软嘛是软呐，软。大家好，我叫冷丝啊。叫冷丝啊。后边2个字你家己念啦。我讲哦，咱冷丝啊真熬呢，伊是演员呢，是，而且吼，佫有迄个。入围这个咱的迄个金钟奖，嘿，对，是第几届？40几、50几，哦，51届，51。啊，今日冷丝啊嘛，传朋友来啊，嘿，来介绍队友。来。好，明格拉巴，明格拉巴，美秀姐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兰香，我为缅甸来的，我为缅甸对。我是兰香哦，不是香兰，不是香兰，对，因为足侪人拢会叫我香兰。较早读册的时阵，老师嘛常常大概拢叫我李香兰。对，我们是李香兰。你是兰香。兰香啦，你兰香。对。啊，你来台湾偌久啊？来台湾23年了。 23年啊，就是台湾人啊，就是台湾人啊，我们对。欢迎哦，好来个啥的去？
大家好，我是孙佩珊吼，我来自印尼。印尼，我今晚是阿巴嘎巴他都。今晚也是在那个公共电视的那个印尼语新闻编译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那个13台的早上8点40分有东南亚印尼语呀、泰语呀，还有越南语的新闻。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个萨利基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艾梅吼，我咪叫凯莉啦吼，我住马来西亚来的。是。哦，阿巴嘎巴，阿巴嘎巴，阿巴嘎巴。OK， 是讲我的台语是安那学，讲实在，我是20年前我过来这边，我甲我大家带做伙，我就甲我厝边隔壁学，过去买菜时阵吼，甲阿妈讲，甲买菜讲台语会安那，会送你葱啊甲番椒安尼啦，赞，生活内底哦，对，听愈济，讲愈好。唔对，欢迎你哦。谢谢。好，来个萨利基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博浩，我来欧人对，我以前有伫印尼甲迄个柬埔寨食过头路，所以我感觉咱一点点嘛，但是讲我感觉咱台语是世界语言，是安怎讲呢？因为到全世界所有的所在，你甲台湾要确定这个人是台湾人的时阵，你就甲伊讲台语，伊嘛就甲伊讲台语北国的人就听无咱在讲啥。厉害！好，不过今嘛有哦，因听有哦，伊是拢真巧。对。嘿，不过要巧吼，我是唔知影，等一下会巧还是袂巧哦。对。好，今日介绍咱台语的国文老师，欢迎咱的国文老师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，台湾好客气。欢迎咱的外国朋友做伙来学台语哦！欢迎外国朋友做伙来学台语啦！吼，今日的第一位啊，主竞赛开始。大家来斗句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句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句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句。是分数较悬的，使得到奖金5000块。5000，加油哦！哦，迄目睭拢大蕊咧哦。加油！是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的什么，互我一直想要住伫遮？哦，台湾的什么，互我一直想要住伫遮？来，咱请唱答。哦，来，咱爱台语的。台湾的好料，互我一直想要住伫遮。台湾的啥话？好料，老师对唔对？好料赞。哦，袂歹。好来，我来这边。台湾的人情，人好，我到底。好，人情，老师对唔对？人情赞。好来，我来这边。水果。哦，台湾的水果，老师对唔对？台湾的水果，上好来。台湾环境，台湾啥？台湾的环境，环境啦，老师对。好来，台湾的环境 ，OK。好来，台湾的天气，台湾的天气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天气，真赞。好来，交通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好来，台湾的交通真便。嘿来，台湾的方便，台湾的方便，互我一直想要住伫遮。台湾的方便方便，老师对唔对？方便利便。嘿来，米露，台湾的米露哦，米露啦，哎呦，真歹势，老师你对唔对？米露，袂歹哦。嘿，阿罗为了传播啊，对吧？好来，台湾，sorry，台湾的海边。
哦，台湾的海边啊，海边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台湾海边真水。来这边就刷顶，刷顶。台湾。讲会使讲，拢会使也刷顶，台湾的刷顶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刷顶。还是说好啦，好。因为台湾的关刷较好啦，关刷较好，嘿。刷镜没关系的。刷镜啦，刷镜啦，刷金色啦，快镜啦 ，OK，是。好，不要紧，来过啊，来这边。台湾的翁来。翁来啦，嘿，老师对唔对？翁来真好食。水果无啊？水果无啊？好，来这边。台湾的快乐。台湾的快乐啦，嘿，老师对唔对？怪怪的，所以先做快乐袂当咧，好，不要紧，分数先。咱恭喜啦，爱台语得了1分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，先啊，快乐袂当，袂当好，来老师。快乐一般是较做形容词啦，比如因为什么代志互你足快乐啦，哦，迄个其实真侪人，咱外国朋友真侪介住台湾吼，甲有啥物，咱的健保真多，健保啦，有无？台湾的健保吼，啊是台湾的夜市啦，啊有做好食物啊吼，这嘛会当做参考吼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我上爱去倒位食什么，真正有够赞？好，上爱去倒位食什么，真正有够赞，两字哦。好，来咱请抢答。好，来，我上爱去公山食油吧。真正有够赞。公山油肉啦，来，老师对唔对？公山油肉真有名。对，来。我上爱去新店食肉丸，真正有够赞。新店食肉丸，老师对唔对？新店米粉，食米粉啦。嘿，来食米粉哦，好来。啊，差这个，来这边。我上爱去日本食寿司。去日本食寿司，老师对唔对？日本食寿司 ，OK。好来。牙齿加烟肠。哦，牙齿加烟肠啦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哦，好来。徐姐，我上爱去美国食牛排。美国食牛排啦，真好食，老师对唔对？真赞。来。台东，我想爱去台东食释迦。台东食释迦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台东的释迦。来。我上爱去玉仔食酸啊，玉仔食酸呀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哇，好食哦，拢咱台湾的水果哦，这有咧出外景的哦。来，我上爱去中华食肉丸，中华嘛是有肉丸，中华食肉丸，老师对唔对？中华肉丸嘛，肉丸无啊哦。我上爱去南部食翁来。南部食翁来，伊就是爱翁来啊！你翁来讲句啊你。猫空食咖啡啊！猫空，你上爱去猫空食咖啡。猫食咖啡。问老师。猫空唔是伊个，唔是叫迄个名。嘿，猫空食咖啡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阿东啊，拢来拼台语，倒一对会当摕到5000块咧。来，我上爱去中华食肉丸，中华嘛是有肉丸，中华食肉丸，老师对唔对？中华肉丸嘛，肉丸无啊哦。来，我上爱去慢慢食猪脚。慢慢食猪脚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这内行的哦，内行的。来，我爱去印尼食榴莲，因为真正有够赞。嘿，印尼食榴莲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赞哦。我上爱去南部食翁来。南部食翁来，伊就是爱翁来啊！你翁来讲句啊你。翁来嘛是一个所在嘛是有翁来哦。关庙啦。唔过你去南部。南部对啊。南部食翁来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啊，尤其迄个关庙翁来。讲关庙更较好哈。来，这边我上爱去淡水食阿鸡。
淡水的阿姐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淡水的阿姐真嘿，好来去这边。我想爱去韩国食烧吧。烧吧。韩国食烧吧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真好。来。我爱去越南食山竹，越南食山竹啦，山竹，山碟，山碟嘛，好，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好，来会使。是山碟啊，山碟，应该是山啦，山碟啦，哈，是，好来这边。我想爱去花莲吃沙丁。去花莲食沙丁，老师对唔对？沙丁吧嘛好食。来。我要去宜兰，上届去宜兰食金枣。宜兰食金枣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这种内行的。来，我想爱去绿岛吃骑马。去绿岛食骑马啦，老师对唔对？食骑马 ，OK。内行的较知哦，来。猫空食咖啡啊。猫空你上爱去猫空食咖啡。猫食咖啡，换那个吗？问老师。金门食咖啡，金门食咖啡，唔是叫迄个名。嘿，猫空食咖啡，老师安尼叫。咖啡用啉的，用啉的。对啊，是唔是？好来，分首先。恭喜咱俊跟这个第2分哦。是啊，袂当用食的，爱用啉的。好，咱来问老师来。迄个甲提供一两个啊，吼，来迄个台中的迄个逢甲夜市。鸡排嘛真出名，所以你会当去台中食啥物？鸡排。啊，花莲的包仔嘛真出名，所以你会当去花莲食包仔。好，恁参考，好，以上。是。好，老师等下，伊讲袂当。食咖啡袂当。食咖啡。咖啡用啉的啊。爱用啉的啦，安尼拢理解啊哦。好，不要紧，阮做一题咧。加油！好，来手跟个两个点面条，讲请手台咱带当吃哦。好，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。什么的时阵上惊拄着安怎？什么的时阵哦，上惊拄着安怎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来，一点赢。热天的时阵，我上惊拄着7点，放啊。7点。停电啦！热天的时阵上惊7点啦，啊无嘿无冷气啊，热着。是，啊老师安对唔对？真牛解遐讲7点。7点啦，是。后来，抹灰的时阵上惊拄着头家。抹灰上惊拄着头家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来抹灰啊，头去啊。来，暗时的时阵。无人的时阵，无人的时阵，上惊拄着小狗。无人的拄着小狗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安尼紧走哦。安尼危险啦，来。困眠的时阵上惊拄着噩梦。困眠的时阵上惊拄着噩梦啦，是老师安对唔对？拄着噩梦好，会使。您帮着啦，吼来。开车的时阵上惊钓着三宝。伊嘛知影三宝哦，厉害！开车啦，三宝啦，老师安对唔对？三宝是啥？就迄啊，马路三宝啊，马路三宝啊，路的就是一寡迄个赛车咧，无咧看路的啦，过马路无咧看红绿灯的啦。老师，等下伊会甲你解说，我真正有这个代志，三宝。OK， 来，有来这边食饭的时就加抓。食饭拄着迄加抓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是，嘿，出惊人的哈。哎呀，环境爱清气来。淹水。风台的时阵上惊拄到淹水。风台拄着淹水啦，老师安对唔对？是，安尼真严重哈。好来。啉酒的时阵上惊拄到酒王。啉酒的时阵上惊。警察，啉酒上惊拄着警察啦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对，袂使拄着警察。开车袂当哦，好来。溜急的时阵上惊着门锁起来。没有。流紧的时阵上惊拄着门锁。流紧的时阵上惊拄着门锁。老师安对唔对？安尼就歹势咯。知影伊的意思，但是伊是斗袂起来。嘿，不要紧，来，
分数先，恭喜得到第3分咯！来，咱听老师解说哦，来老师。老师应该是讲，绕境的时阵，上惊拄着门锁起来嘛，啊，毋过门锁起来，4字啊，伤长啊，啊，你讲用门锁，安尼就较袂通吼。啊，咱若讲迄个绕境的时阵，比如开车啦吼，啊，绕境的时阵上惊拄着啥，规路咧踏车啦，踏车就会使吼，啊是安那。有人爱唱歌啊，啊唱歌的时阵，上惊迄拄着啦，哨声啦，无声通唱，真有道理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过已经真熬啊啦。讲嘿，以因的想的吼，咱平常时啊拢想袂到，因拢想会出来。吼，去咱台湾，最厉害。台湾头甲台湾尾，人拢食透透安尼。嘿，阮有诶，佫唔知影。是，今晚上电话来看分数吼。先看阮这边，后面爱台语。今嘛有3分，恭喜！嘿，咱这边就一定赢咧。今嘛有爱心1粒。哦，好来，不要紧，咱今卖5000块的奖金你倒一边。爱互咱这爱台语，恭喜得到5000块。好，今日要继续来去咱的第2回合，手搭定歌机。手搭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歌机。台语安怎讲？咱今日台语要安怎讲呢？是，咱有一位巴西来的朋友叫做 Kevin， 伊会用镜头带咱去游览台湾，还是外岛，拄着伊袂晓讲的、袂晓的，唔知影，就问大家台语安怎讲咯？嘿，来，Nico， 你4岁就来住伫台湾，啊，所以讲甲爸爸妈妈拢讲英文。呀，嘿，对，啊，国家看，呀，是正常，呀，是正常，呀，对，啊，你若看到咱的华语的，你看有无？看有，对，是啊，爸爸妈妈会晓讲无？袂晓。啊，那咱的兰香，嘿，你来20几？23年了。 23年，对。是你拄仔来的时阵会想厝无？有啊。有会考？会考，写信。写批登记对。嘿，有即马有定定登记无？有。好，不要紧，今日咱看 Kevin 要问咱啥话哦。好，来，手放个另个点面。听我讲，请手搭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未来这个来年，我是伫巴西来的 Kevin。今天是我来到金门的沙美老街。这个所在吼，就是叫做沙美老街摩洛哥。沙美老街以前吼，就是足繁华的一个所在吼。这吼以前还有戏园，还有足侪店面呢。这几年来，因为着要发展，将这废弃的老厝改造，做成安尼圆圆的，互大家来到这的时阵，会当感觉到来到中东的摩洛哥，也可有足侪艺术品。你若随便看看，就会找到足侪啊猫。你若有介意猫吼，你一定来到这会生个足欢喜的。啊，为什么有足侪猫呢？因为这以前吼有足侪鸟鼠，所以吼家户户就开始咧饲猫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哦。请问猫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猫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猫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香。鸟啊。鸟啊。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鸟啊？恭喜！袂歹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了1分哦。开始啊。好，咱来听老师解说。好来，猫，咱会当讲一字，吼，做猫。咱嘛会当拄则讲的，咱想讲的2字，猫啊。啊，嘛会当用伊的声讲撩咪、撩姨，这4种拢会使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所以你会晓吼，你可喵咪会晓。喵咪哦，哎呦，真甜嘞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这边搁加油哦。加油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哦，第2位啊，是，我咧专门想要问者吼，凯恩，你啥那爱咱食咱台湾的旺来？嘿啊，我感觉台湾旺来真好食。不过恁
意大利嘛真侪往来呢。包往来。意大利的所在。无往来。来，咱问咱软时啊。软时啊，食过软时啊。是软时啊，你拄来台湾的时阵，你有关系无？是无啦，是食的物件拢无关系啦。台湾的菜较油啊，对，较油啊，我拢食迄个生菜，系啊，拢无油的啊。你食青啊，生菜。对，是啊。即摆有定来转去无？有，赞哦，是，即摆交通真方便。啊，你有转去無？意大利啊？系啊。你会转去？我因兜的风景真水，恁兜物件真好食。好，有闲咱来同齐来。你介食披萨无？披萨好。阮兜的披萨，哦，恁兜卖披萨。啊，你等还地址，阮再来去食。佛罗伦斯的牛排嘛，真好食。是。牛排。牛排。哦。佛罗伦斯牛排，大地好食。真大地高啦。是。食饱。啊，咱遐啥物会好食？恁家乡。水果，榴莲，番薯，哦，拢真好。即嘛吼，你恁遐拢真俗吼，嘿哦。对，足俗的啦，你阮遮拢足贵的啦。拢是进口来台湾的。哦，来，咱车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金门遮吼，规家呢拢早会走去伫佚佗吼，拄好有淡薄巴肚枵啊。啊，最后我有点这个点心，啊，恁看卖哦，遮哦内底也有放红豆啦，吼。有芋圆啦、鱼仔啦，哈，还有珍珠啦。啊，恁看卖这高高的淡薄仔亲像迄落桥仔色的，你敢知这啥物件？啊，对啦，这就是芋头啦，这是芋头做的。听讲这金门这芋头足好食的。啊，我是来试看卖这个点心的芋头有啥物口感吗？哇！这个芋头哦，口感就是安尼绵绵安尼，足香的哦，酸化化，有够好食哦。哦，安尼我来出题目，请问芋头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芋头的台语安怎讲？芋头的台语哦，芋头，吼。你唔知芋头是啥？咱车枪答。哦，来，芋头台语第一个肉豆。肉豆，袂歹听呢，肉豆。好，我问老师哦，吼，来，老师，肉豆对唔对？真好听，唔过歹势。来，咱即马吼，你答无就换伊啊吼，安尼变安怎？咱就爱用笔的安尼。嘿，爱用。来，用老师。爱用老师有口。A B C D E F G H I J K A M O。你讲啥？哦，继续。哦啊！讲我老师听。哦啊！讲一遍，讲一遍。哦啊！恭喜！来分数，恭喜得了奖咯！多谢爱用老师。伫台湾蚵仔是真普遍啦吼，比如讲恁九份啊会食迄蚵圆嘛，啊嘛有迄啥蚵龟壳，哦，啊咱来影片内底迄个 Kevin 是传去金门对不对？哦，金门内底迄鲢鱼，咱就叫做小金门。伊遐蚵仔和台湾这边的蚵仔无共款，伊遐蚵仔特别好食，所以来去小金门爱食啥？蚵仔，啊伊你去金门，伊毋是讲金门和平蚵拢无鸭，所以因就甲我讲蚵，我要食蚵，我要买蚵。啊，你去台湾这边，咱就讲买蚵仔，食蚵仔。你唔知什么是蚵啊？是。阿勇会甲你讲。嘿，阿勇。伊甲我下台语老师是阿勇。阿勇，等者甲问什么是蚵啊？你连刚出来去食蚵啊？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今日来换人。哦，水电真远呢。水电顶抓敢毋是有一个运动会，是毋是？唔知。迄个马丁是毋是水电人？哦，对哦，伊是我学长。哦，学长。所以讲你即马过去读册？即马过来读册，伫台湾来读册。来，咱即马换咱这边，印尼的，是印尼的物件，其实是真好食的呢。对啊。嘿，印尼都什么物件拢真好食。是。好来。手放在另个顶面哦，然后讲请手答咱会当试哦。哦，即马是1-1哦。加油哦！加油！好来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
来加购一个嘉兴商店哦。加购一个。哎 ，Kevin， 你伫遮里面来？无哈？你讲什么买？哦。我讲你伫遮里面来，你伫遮里面来，你遮里面来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阮金门话啊，面来就是说你在这边干嘛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这个咱台湾部队讲法是无共款呢。OK， 好。这个脚踏车你家在创啥？哦，这是阮上班啊，我工作啊，拢会骑出去的物件。哦，安尼哦，所以金门人普通时咧出门的时阵，主要的交通方式都是用脚踏车。是脚踏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这个脚踏车敢有啥物特别的故事呢？哇，这有你拍过电影呢。安尼哦，电影哦。你唔捌看过吗？这叫做《军中乐园》呢，今天拍的呢。咱外国人是无咧看《军中乐园》的，所以我真正唔知影呢。哦，这里阮金门最有名的电影哦。我知影，我来出一个题目，咱来问那观众朋友，脚踏车的台语安怎讲哦？来，请问脚踏车的台语安怎讲？请问脚踏车的台语安怎讲？嘿，脚踏车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等。哦，来，阿当，嘿，阿当，卡打车，卡打车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卡打车？哦，有够够。嘿，你咧台中一定有骑。好，来卡打车，咱会当直接翻，就拄只伊讲的这个卡打车，咱嘛会当迄个讲贵日语来的啥？自专车，嘛有人讲用铁做的铁马，有人讲是孔明发明的孔明车，嘛有人讲自练车，也是动练车，哇，6种讲法有够多，你这6种，凊彩讲一种拢对。会晓讲啊，袂歹，你知影吼？我知啊。哦，不要紧，各有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各有人哦，今日换人。我拢袂记哩咧，勇是来第2道安尼，对，是咱第1季的时阵哦，开幕的贵宾啊。哦，第1季的时阵有来，伊佫甲咱讲咱手机啊内面有好落啊，伊有发明个台语的输入法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咱台语嘛会使讲拍字法。啊，咱这边的和马来西亚，凯丽来几档？26档，26档哦。囡仔几岁？哦，我这已经毕业伫竹科上班。哦，今嘛好命，是。好，来，咱今嘛要比赛啊！加油哦！手去练的店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人带人吃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今摆来到小金门啊，拄看到这个妈妈菜的客店哦，就想要食。妈妈菜，你刚讲对。啊，蔡妈妈啦，我歹势我个人哦，袂晓看字哦，歹势我讲唔对，讲唔对。好，安尼我先来试看卖哦，这个烤碟敢有好食。来加一寡豆瓣酱来，好，准备来吃哦。哇，就，哇，足济呢，多真好呢，你看卖，内底吼。我多汁呢，啊，我看，就这个烤仔呢，好食呢，赞，多好巴肚枵，食一款物件。好，我来出题目，请问烤碟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烤碟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烤碟哦，吼，台语安怎讲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好，来 ，Kelly 来，蚵嗲，确定。非常的清楚呢。好，来，老师蚵嗲，哦，够。哎呦，厉害！来，分数。有你得第2分咯。今嘛2比2啊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来，那迄个南部讲蚵嗲啦，吼，迄个你若去中华王景遐吼，因拢讲迄个啥酷仔嗲，还是酷仔嗲拢会使。我特别讲这金门的蚵嗲，你若去遐，因讲蚵嗲。嗲，因的蚵较细，喙形较细。因的这个蚵仔吼，因是安那是迄石蚵。石蚵啊。咱台湾的蚵仔无共，伊较细粒，较 Q。所以你若去金门，一定爱食因的蚵仔料理，不管是啥，这个蚵仔煎啦、蚵嗲啦、蚵仔面线，拢真好食。你甲试看卖的，和台湾的蚵仔是无共款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哦。
咱即马是上尾2比2啊，加油啊！ 2比2哦，吼，不要紧哦，紧来加油哦，紧来换人。好，即马开始你画哦，扭一个啦，扭一个哦，扭一个啦，免紧张啦，拄则迄拢会晓啦吼。对。平常心嘛，平常心，无唔对。好，来手放喺两个顶面，加油！听讲请手台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下骹，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而且吼，还佫有一个足特别的物件，这个中秋月饼吼，较无共款的，就是因为有足侪无共款的口味。来，咱要请何姐姐甲恁介绍一个，来，这中秋月饼有啥物无共款的口味呢？阮中秋月饼，阮有做4款口味，4款味拢是计用金门在地材料落去做。上特别就是这个蛋黄酥。这蛋黄酥由台湾是口味完全无相，因为这蛋黄酥是阮用金门的高粱酒。哦，这有掺金门的。嘿，高粱酒落7升，落20落7升。OK。伊甲袂臭粗，还佫有一个淡淡的迄高粱的香气。哦，安尼我会当试看卖无？会啊，会当试啊。我来试看卖，我帮你听。OK，好，多谢你。哇，有高粱的蛋黄酥呢。我来，安尼我来先来食一水吼。阮这今年吼，体验一个台湾的有人30几间的厂商落比赛啊，阮得到传承奖。哦。因为阮这间店已经有100年啊，这个落专门换做阮第4代阮儿子伫做，这个食吼，计是阮儿子开发出来。你这是高粱的面，你看没？哇。足香的哦。香的啊。足香的，足香，还袂臭粗。袂。哦，真赞呢！安尼我来出题目哦。请问蛋黄酥的台语安怎讲？请问蛋黄酥的台语安怎讲？是蛋黄酥哦。好，来咱请手答。两红酥。两红酥是好。敢是乱红酥？乱红酥。乱酥。蛋黄台语安怎讲？两杯。两杯酥，你豆青拢足简单啦，我的时阵拢困难，你无讲杯啊？对，无讲杯啊。这阿东啊，台语比我更加认真，蛋黄酥是要安怎讲嘞？蛋黄酥的台语安怎讲？是蛋黄酥哦。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好，来咱试用试的。两红酥。两红酥是好。我问老师哦，老师是不是两红酥？安尼就歹势咯。来，一粒米。敢是乱红酥？乱红酥。乱酥。蛋黄台语安怎讲？两杯酥。哦，来，老师2杯酥对唔对？2杯的歹势咯。就差一字啦。对啦。是，好，不要紧，听老师讲，这安怎讲啦？吼，来，老师，好，来，咱蛋黄台语叫两斤嘛，蛋白叫两千，所以蛋黄酥来讲两斤酥。哦，是2斤。你豆青拢足简单啦，我的时阵拢足紧张，拢唔对，你无讲杯啊？无讲杯。好，谢谢老师，不要紧。安尼嘛好啦，真公平，即马拢平手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回。嘿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分数。好，来看咱后尾这边的分数。即马得了2分。嘿，来咱阿秋咧，嘛有2分。所以讲双边拢有咱的迄个奖金哦，或者2边拢得了1万块啦。嘿，2边拢1万哦，不过这边拄好有5000，所以讲是15000，这边是1万哦。好，咱搁较加油的哦。好，进来咱的第3回合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斗阵拼输赢。是的。咱这个回合就敢若有3个答案。
吼，3个答案就是 A、B、C。好，好来，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台湾食饭一定会食到三层肉。你敢知影三层肉是讲猪仔的倒一个部位咧 ？A. 巴肚 ，B. 肩胛 ，C. 骹脊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3层肉，嘿，3层肉，五花肉3层肉，哎，嘿，拢听有哦，这边3号的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啊！好来，咱请起答案。哎呦！哦，来，这边是 A，5个 A， 吼，这边是 A，B。哦，来问一个，一粒米，你会食猪肉无？我有吼，安尼你了解这个三层啊？是你倒一个部位吗？我捌第一过，有人讲是巴肚啦，我真捌掉过啦，所以我决定是巴肚啦。哦，确定是巴肚，是伤肥的所在，伤肥的所在，但是咱甲人共款伤肥的所在就是巴肚。哦，啊，用你会煮食无？你会煮饭无？会啊。哎，啊，你捌买过这来做菜无？会啊，这较定咧要已经煮好啊。哦，买人煮好。是兰香。你的部位嘛是迄落巴肚食多。对，因为咱食火锅的时阵，火锅就会食三层啊吧，一片一片。对。来，咱试看卖啊吼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袂歹，恭喜5条命留咧，来这边4条命留的。好，来三层肉就是咱华语所讲的五花肉。五花啦。好啊，迄个咱的缅甸来的兰香，吼兰香，因缅甸有一出真有名的料理叫做咖喱卤肉，咖喱卤肉，恁就是用这个三层为肉的，吼啊三层呢是咱肚迄个猪仔对巴肚食，吼啊油啊。猪皮、猪油、猪肉，安尼一层一层，所以那个叫做三层。哦，哇，这个就这。我今嘛拢唔敢看我不懂。谢谢老师，是我三层肉应该嘛是真精彩的哦。嘿，好，来，咱今嘛后一题啊哦。请试后一题。好，来后一题。好，来哟，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真侪世界第一。下面倒一项其实是咱嘉义人头一个发明的咧 ？A. 粿啊，或者河粉啦吼。B. 泡面。C. 旺来披萨。大家讲泡面是日本，不过其实是台湾上头先发明的。披萨我来不好食。旺来披萨其实是美国，应该是美国发明，不过因为是美国，咱台湾遮反正是唔知影，所以就感觉嘉义是头一个。这3个拢唔对，但是较有可能就是 C 啊。台湾有真正上界赞的发明，倒一项是嘉义人第一个发明的咧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听到披萨，伊目睭就搁睁起来啊！听到旺来啦！来，旺来披萨，够披萨。对披萨哦，拢两项拢有咧。是，到底是啥货？是粿啊咧，还是泡面，还是旺来披萨哦？哈，世界第一个嘉义人发明的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CCCAC， 吼，这边 CCBC， 哇，嘿，凯恩，旺来披萨是美国，对不？美国。我要问的是，夏威夷披萨对，美国的。夏威夷。啊，你爱食旺来披萨吗？披萨我来mix no， 不好食。更多我爱食。哎，有人食物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我拄过意大利人啊，甲美国人，若是看到。旺来披萨拢讲无好食。哦，是。你嘛是旺来哦。对，因为我是感觉 A 甲 B 拢是无可能的，迄拢足久长以前足有的物件。啊，这个旺来披萨其实是美国，应该是美国发明，不过因为是美国，咱台湾遮反正是唔知影，所以就感觉嘉义是头一个。啊，我感觉这3个拢唔对，但是较有可能就是 C 啊。咱的主播，嘿，来，你选的是 B。
比。你啥那是选泡面？因为我看电视的节目，敢若有讲到这个，伊敢若讲泡面，去讲大家讲泡面是日本，不过其实是台湾上头先发明的。那个时候，迄时阵吼，我看的时阵吼，伊是应该讲敢若是中南部，不过我都袂记的，唔知是嘉义啊，唔是，所以我想讲应该是泡面。哦，是啊，恁分开是因为风险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有。一部分是啊，一部分因为我坚持啦。你坚持哦，嘿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哈。正确的答案是。1958年，日本的这个日清食品公司因推出全世界第一包泡面，这是啥？伊的创办人叫做安多莫莫斯古，安藤百福，伊研发出来。这安多莫莫斯古，伊本来的名叫做500福。是安怎有这个台湾名呢？因为伊1910年伫咱嘉义的朴子遐出世的。因为战争的关系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，伊才去日本发展的。伊22岁才正式入这个日本籍，改这日本姓叫做安多，所以发明咱泡面的人是咱台湾嘉义遐的人。哎，无变盘啦，拄啊，互因变过去啊啦。是，咱来看咱的后尾的。即嘛是无半条命留落来，可惜。可惜。好，那咱这边亚洲的咧，还有一条命就是咱的主播，伊会坚持啦，伊会坚持。所以讲，这奖金伫倒位？2万块要送互咱亚洲一定赢。看咱进前的奖金偌济？所以即嘛有3万块咯。好，咱同齐甲3万块摕倒转去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好，今日咱的俗语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拢总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俗语我来排，全家抢奖金。咱即话奖金偌济？甲大家报告，咱即话奖金有3万块。3万块就是30秒。对。不过对因来讲哦，可能爱看迄字较有困难，所以讲咱秒数爱甲加落。搁加30秒变60秒，好无？第一位是两时啊，两时啊，加油加油！大家讨论咯。嘿，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请开始，起落去。来，起来，对，来。公亲变什么？属猪。我正确来。哇，后一个，起鸟起家。哦，第二正确，来，去吃官。庙公正确来个，吃什么拜树头？龟子。哦，来，什么挖大饼？西瓜。会安尼，恭喜，就无简单的吼。来，第一个叫做公亲变属猪，这句话意思是叫人安那，卖计较啦，要去甲人做公亲，斗排解代志。因为你若调解无好势吼，双方拢无满意，你加衰，你怎安那？公亲变做属猪，来，第二个。饲鸟鼠甲布袋，咱若教育字面的意思是讲，伫恁兜的七仓，伫遐甲偷食鸟，偷食七啊这鸟鼠，毋若无感谢你，佮甲你啦，底七个布袋甲伊夹破，所以是形容遐个啥，毋知感恩，佮忘恩背义的人。第三句，乞食赶庙公，这庙公看啥？乞食可怜啊，迄个好心甲收留。唔拿互伊食，佮互伊大，这去食唔知感恩，佮啦软土深骨，甲庙公赶走，霸占这庙司，就是咱华语咧讲的啥，喧宾夺主。第四句，食果子拜树头，咱有果子通食，咱爱安那感谢树头，感谢果子长，所以这句话是咧讲咱人爱安那。饮水思源，唔通忘本。上尾这句西瓜挖大饼，是形容遐个啥？足现实、足
足投机的人，看倒一边较有利，倒一边较好康，伊就安那挖去迄边，所以咱就会讲伊安那西瓜挖大边。以上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来，咱即嘛奖金偌济？哦，应该有剩40秒，所以奖金就3万块。好，咱即嘛今日去颁奖。哎，来颁奖。恭喜哦，奖金3万块。欢迎恁后抓过来啦！吼，啊，你嘛是哦，嘿，啊嘛欢迎讲真侪迄种会晓讲英文，佮会晓讲台语的，嘿，外国朋友，嘿，大家来报名参加，是阮拢足欢迎你的吼。今日爱谢谢咱的国文老师哦。是，感谢咱的老师林淑琪林老师努力咯。大家有智慧，斗阵变来去。好，你大家拢欢喜。是的。再会。再会。进来报名，进来报名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没问题。回这个来，回这个来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